喺每一日嘅清晨，陽光普照嘅獅子山下，位於九龍塘嘅心臟地帶，有一座被綠意環抱嘅建築物。呢度就係亞洲婦女協進會頤養之家。我哋呢度唔單止俾一個長者住嘅地方，更加係每位長者溫馨嘅家園。你睇下呢度光線好充足，周圍都綠油油。住喺呢度，每一位長者都可以放鬆心情，好好咁享受又閒又愉快嘅晚年生活。呢個全新裝修嘅頤養之家，用咗好溫暖、好柔和嘅色調，仲融合咗好多大自然嘅元素。我哋有唔同嘅房型可以俾大家選擇，好似磚上嘅單人房、雅致嘅雙人房，仲有標準嘅3至6人房。每間房嘅採光度都非常好，望出去視野好寬闊，長者住喺呢度，心情梗係好舒暢啦。而且我哋院舍所有出入口都裝咗人面識別防遊走智能偵測系統，呢個系統可以全方位保障大家嘅安全，唔使擔心長者會走失啦。我哋好注重長者嘅日常生活同埋身心健康，我哋提供嘅膳食營養好均衡，仲有特別餐，根據唔同長者健康嘅需要去安排。我哋會提供好多樣化嘅活動，等長者可以參加，就想長者每一日都活力十足。我哋有一個1500平方尺嘅物理治療室，裏面有專業嘅復康團隊，有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、言語治療師，仲結合咗樂齡科技嘅儀器，幫助長者做復康活動，提升長者嘅身體機能同埋生活質素。我哋喺呢度唔單止俾長者安居，更加用愛心同專業打造咗一個充滿關懷、住得舒適、質素又高嘅生活環境。真係好似人哋所講，安康相伴，凝聚咗愛嘅力量，等每一位長者都可以感受到家嘅溫暖。